各位老街坊，今次廢佬要同大家講單令人心噏嘅新聞。將軍澳有個阿媽獨居家中，身體腐化咗3日先被發現，個仔竟然移民英國3年冇聯絡。呢單嘢真係反映出香港獨居老人嘅悲慘現狀嘅。話說9月25號下晝3點幾，警方接到報案，去咗將軍澳個單位，發現一位陸巡婦人倒斃客廳，最陰功係個身體已經出現腐化跡象，估計過身咗至少3日。法證人員到場調查死因，發現呢位長者本身冇長期病患，有自理能力，但個仔3年前移民英國後就一直斷絕聯絡。鄰居話近排見佢都冇咩異常，可能係突發疾病或者隱性問題。但最令人心寒咧，喺個仔移民3年期間完全冇同阿媽聯絡咧，連基本嘅電話問候都冇。而家警方終於聯絡到個仔，但佢對阿媽嘅健康狀況一無所知，真係離譜過電視劇劇情嘅。廢佬覺得呢單案反映咗幾個香港社會問題。首先係移民潮下嘅家庭撕裂，好多後生仔女移民海外，留低老人家獨自面對生活。其次係社區支援不足，一個大活人喺屋企過身3日都冇人發現。最後係科技應用嘅缺乏。其實而家好多智能手錶同平安鐘都可以監測長者狀況。據統計，全港有超過30萬獨居老人，其中好多都係隱形長者。佢哋可能好似今次件事主角咁，身體健康又有自理能力，但就缺乏社交同支援網絡，一旦發生意外，根本冇人及時發現。廢佬認為政府同社區應該做多啲嘢幫呢班長者，例如推動長者互助小組，鼓勵鄰里互相照應，同埋推廣平價智能監測設備。其實而家一部平安鐘月費都係幾百蚊，蘋果出街食餐飯，但就可以保障到長者安全。最後廢佬想同大家講，無論幾忙都好，記得要多啲關心屋企老人家，一個電話，一個訊息，可能就係佢哋一日嘅精神支柱。你點睇今次呢單悲劇？留言話我知，記住 like 完 share 俾屋親朋戚友睇啊！最後 follow 埋我廢佬，支持下我呢個新頻道廢佬廢噏。